算了，当今那些从事政治的哪一部是为代之？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04。人怎可与之有谓呀？孔子听他歌，下车来，想和他说话。那狂人即行必去，不得和他说。6. 常举桀逆偶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今焉。常举曰：夫执鱼者谓谁？子路曰：谓孔丘。曰：是鲁孔丘与？曰：是也。曰：是之今疑问于桀逆。桀逆曰：子谓谁？曰：谓仲由。曰：是鲁孔丘之徒与？对曰：然。曰：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，其若从辟士之事哉？忧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弗然。